這亦是需要加強監管的議題。制定防止個人數據遭洩露、出售或以任何方式被侵害的政策至關重要。監管的需求延伸至安全層面，過往已有值得警惕的先例，一個旨在協助飲食失調問題的聊天機器人，卻提供了使情況更為惡化的有害建議，最終被美國國家飲食失調協會 National Eating Disorders Association 下架。下一代使用生成式 AI 的聊天機器人又如何？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s 在追蹤人們心理狀態方面已接受評估，在一套全面測試中，其表現與人類相若。生成式 AI 整合到治療療程中，在識別、表達及管理情緒方面具有改善行為健康的特定潛力。然而，生成式 AI 健康應用程式帶來的重大傷害風險已受到重視，這類應用無需經過監管審批，且可能被以非預期方式使用。現時評斷生成式 AI 在促進心理健康方面的整體效益仍然之過早，但前景相當樂觀，尤其在減輕焦慮方面。不是作為治療師的替代品，而是作為輔助支援的補充手段。最後手段問題依然存在。在受過訓練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我哋如何幫助長者減少焦慮、壓力和抑鬱？藥物應被視為絕對的最後手段。正如前述，許多生活方式因素的效果與藥物不相上下，甚至更勝一籌。這針對的是常見心理健康問題，而非雙情感障礙 bipolar disorder 或重度抑鬱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思覺失調症 schizophrenia 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等嚴重病症。這些超出了我們以延伸健康壽命為主要焦點的範疇。然而，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 SSRI 的使用極為普遍。美國約每100名成人中就有1名服用此類藥物。常見藥物包括 Prozac、Zoloft、Celexa、Paxil 及 Lexapro。可追溯至1960年代的血清素假說 Serotonin Hypothesis 頗具爭議，並受到挑戰。但現有證據仍顯示抑鬱症是大腦特定區域血清素信號傳導障礙。近年來，抑鬱症的藥物選擇從經典 SSRI 擴展至可能包括氯胺酮 Ketamine 及迷幻藥 Psychedelics 在內。所有這些藥物 SSRI、氯胺酮及迷幻藥的共同問題是，即使例如氯胺酮已知能提升細胞外血清素水平，我們仍不能確定它們在臨床上確實有效。口服氯胺酮片劑在一項針對難治性抑鬱症的隨機試驗中顯示出一定療效。一項針對9項裸蓋菇素 psilocybin 一種迷幻藥隨機試驗的系統性回顧顯示抑鬱症狀的自我報告改善。在一項小型研究中，對接受連續功能性 MRI 掃描的健康成人給予單劑量裸蓋菇素，結果顯示腦回路網絡出現大規模解體。尤其是涉及空間、時間及自我感知的網絡，部分效應持續數週之久。對於許多人來說藥物完全無效的原因，我們仍有大量未知之處，加上一長串副作用的存在。隨着對腦回路及炎症認識的深化，心理疾病新藥的研發正迎來一次復興。精準精神病學 Precision Psychiatry 的出現亦令人充滿期待。炎症血液生物標誌物已與 SSRI 及氯胺酮療效欠佳相關聯。利用 AI 預測個人最佳抑鬱症治療方案的研究正積極推進中。以結構為基礎的藥物設計與發現，已催生出多種正進入臨床試驗的新藥候選物。雖然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有充分理由樂觀地期待，未來將出現更易理解、更有效且副作用更少的藥理治療方案。如果不關注心理健康與健康老齡化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我們便無從促進真正意義上的健康老齡化。我哋都會經歷壓力，但若能借助壓力去運動，並加倍落實以之有益的關鍵生活方式因素，壓力便是適應性的好壓力。這包括擁抱自然、音樂及社交互動。隨着心理健康支援的數碼化轉型持續推進，對話式聊天機器人或數碼 CBT 應用程式只需輕點或下載即可取用。諷刺的是，在心理健康支援需求與可用專業人員之間的落差最大之際，
獲得全天候非人工幫助的途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隨着大型語言模型不斷進步，後者無疑將獲得更多驗證，幫助縮減不平等。正如我哋已初見端倪，並隨着更多人臉頭像的應用而比純文字或語音更具吸引力。很難想象人際觸碰如何能被模仿，但誰知道呢？無論如何，無論是比喻意義上還是字面意義上，我哋始終需要真實的人際觸碰。但任何真正促進我哋心理健康的事物，包括一個引人入勝的 AI 聊天機器人或頭像，在我哋追求健康老齡化的旅途中，都是不容錯過的。第4部分展望未來第12章改變老齡化。你最近有沒有光顧過長壽壽命的嘉年華？美國有800間長壽診所，就連聲譽卓著的梅奧診所 Mayo Clinic 都設有此類服務，令人難以忽視。部分診所每週收費高達5萬美元。市面上有長壽假期配備靜脈滴注療程、長壽奧林匹克 Rejuvenation Olympics、Fountain Life 精準診斷俱樂部，提供靜脈抗衰老滴注的健身中心，耗資逾1億美元，旨在恢復長者至少10年肌肉、腦功能及免疫功能的 XPRIZE 大獎，以及幹細胞長壽診所。此外，有如馬戲班推銷員般的科學家大肆宣揚虛假星索、兜售補充劑，以及長壽領袖紛紛列出自己服用多少劑量雷柏素 Rapamycin 以延長壽命的清單。更有一位口無遮攔47歲的億萬富翁每天服用逾110粒補充劑，以30名醫療專家組成的團隊監測自己的器官狀況，包括一個陰莖勃起感測器環。每年在飲食上花費逾200萬美元，精確地將每日熱量攝入控制在1977卡路里。同時曾接受兒子青少年時期血漿輸注及基因治療。此外，尚有數以百計的公司正在開發促進壽命延伸的藥物或干預手段，或出售追蹤生物年齡的生物標誌物。許多知名億萬富翁，如 Jeff Bezos、Sam Altman、Yuri Milner 及 Peter Thiel，都在重注押注此類公司。我無意聲稱對這些成功商人的動機有任何特別了解，但我不禁想起 Venki Ramakrishnan 在《我們為何死亡 Why We Die》中的一句話：年輕時他們想變富有，富有後他們想保持年輕。這些創業投資不太可能很快平息，因為我哋確實在理解衰老過程的科學方面取得了一些真正的進展。遺憾的是，這導致了許多層面上的非理性繁榮。在本章中，我希望釐清我哋已知什麼、未知什麼，以及有一天我哋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調控衰老過程的可能性有多大。但現在還未到。確實，我哋正處於改變對老年定義的認知之中。首先，100歲長者的數量確實更多了。2024年美國有12萬名100歲及以上的長者，預計這一數字到2060年將增至約60萬。與我哋健康老齡皆無太太不同，幾乎沒有證據顯示我哋已克服體弱。我哋似乎仍與以往一樣容易受到年齡相關衰退的影響，甚至更甚。這是更多人帶着多種慢性病走向老年的結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美國人在65歲後平均只能慶祝一個健康生日。這聽起來很淒涼，但另一種表達老年期發病率加速的方式是慢性病的數量。對於60歲及以上的美國人，95%患有至少一種慢性病，如心臟病或糖尿病；79%患有至少2種慢性病。美國的預期壽命 （Life Expectancy，LE） 在 COVID 大流行後開始以小幅度回升，但仍低於10年前的峰值，亦遠低於西歐及亞洲許多同等國家。預期壽命 （LE） 與健康調整預期壽命 （Health Adjusted Life Expectancy，HALE） 有顯著差異。LE 是某一年齡的人預計能再活多少年的平均數。相比之下，HALE 是在良好健康狀態下度過的平均年數，而良好健康狀態涵蓋廣泛的條件界定。隨着時間推移，美國 LE 與 HALE 之間的差距在持續擴大，慢性病疫情上升趨勢。這正是為什麼將衰老減慢1年 LE 的小幅增加，對美國而言價值38萬億美元，延長10年則價值367萬億美元的說法並非誇大其詞。如果健康壽命 health span
未有相應延伸，差距未能縮小，我哋只會為慢性病纏身的長壽生命增添經濟負擔，而非減輕它。唯一有可能縮小差距的方法，是從整體身體層面減緩衰老進程。如果我哋減少心臟病，卻增加阿茲海默症的發病率，便陷入了互相競爭的利益衝突，走入延伸健康壽命的打地鼠困局。更長的壽命意味着所有生物性衰老疾病都有更多機會顯現。人們並不會在健康的狀態下突然墮崖式衰退。減緩全身衰老進程是唯一能夠彌合差距的途徑。關於人類壽命的上限，學界存在激烈爭論。部分研究人員援引鑑 Pearce-Makeham 定律，指出死亡風險隨年齡呈指數增長。另一些則援引希弗力極限理論，認為人類細胞的分裂次數不能遠超過50次。自1997年以來，世界上最年長者享年122歲的詹卡文的年齡紀錄從未被打破。超越生物學，還有磨損的物理學，我哋的細胞、組織和身體因反覆壓力而累積的衰老，即可鬆散地歸因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必然衰退。就此而言，是否存在絕對極限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因為擁有更多馬土薩拉 Methuselah 並不能促進健康的馬土薩拉。理想情況下，我哋希望兩者同步延伸，毫無差距，實現 Hale 與 Ellie 的完全一致。這並非易事，最終將取決於對衰老科學的深度開發。衰老過程的生物學，衰老過程通常被認為是隨時間推移對我哋細胞及分子的損傷不斷累積。衰老過程的生物標誌 （biological hallmarks of aging） 說明這些標誌隨衰老出現，其突顯程度加劇加速衰老，而消除這些標誌則能減緩衰老。最廣被引用的衰老標誌論文於2013年發表，並於2023年更新。在這10年間，該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衰老標誌從9項擴展至12項。圖 12.1 僅觸及表面，最新增加的包括慢性炎症、腸道微生物組及廢物清除。這12種不同進程的劃分有一定任意性和還原論色彩，因為它們之間存在相當多的重疊，它們相互整合，儘管這只是3個類別之一。圖 12.1。然而，每個標誌都提供通過治療干預減緩、停止或逆轉衰老的機會。事實上，每個進程都有多家公司及多種干預措施在積極追蹤。讓我哋從基因組學開始，順時針圍繞標誌論一一探討。圖 12.1 衰老的標誌，改編自 Carlos Lopez-Odin 等人。衰老的標誌，一個不斷擴展的宇宙。細胞 Cell 186第2期2023年1月24378。基因組不穩定性從與長壽相關的基因組變異中，我哋可以了解哪些基因和通路與衰老過程有關。這對於存在於不少於1%人口中的罕見變異尤為如此。這些罕見變異具有高勝算比或顯著效應量，與人類衰老相關聯。它們可透過基因組測序發現，包括外顯子組 exome 約2萬個蛋白質編碼基因，或由31個字母組成的全基因組。出現頻率超過1%的常見變異，則可透過基因組芯片 arrays 檢測。這些芯片已識別出逾100個與壽命相關的單字母改變、單核酸變異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可將其匯總以提供多基因風險評分 polygenic risk score。將所有與長壽相關的罕見及常見變異結合起來，使我哋對那些特徵可從親代傳遞給後代有所了解。長壽遺傳力 heritability 的估計差異相當大，在一項涵蓋1300萬人的最嚴格評估中約為 12%， 在其他研究中則更低。這一背景相當重要，告訴我哋遺傳因素在衰老這一遺傳性狀中雖然重要，但其貢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測序研究中反覆識別出的基因變異，為人類衰老的基礎提供了洞見。同樣一批基因（括號內為其主要功能）在極端長壽人士研究或人群研究中不斷浮現。APO 脂質代謝、FOXO3 營養感知、IGF-1R 胰島素生長因子負一受體、CETP 脂質代謝、CDKN2A 車線2B 細胞周期與細胞衰老、特定 HLA 類型、
免疫系統；BRCA1 與 BRCA2 DNA 修復基因 ATM DNA 修復；TET2 端粒 SH2B3 炎症；KUNA3 CHRA5 cells 以及 PSRC1 細胞間通訊 NFKB 炎症，以及 USP42 TMTC 以及 CLU 蛋白質管理。這些均為核 DNA 變異。粒線體 DNA、mitochondrial DNA 中亦有許多與人類壽命相關的變異，例如雷柏素基製靶蛋白 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CPS1、MFN 以及 LRPPRC， 這些基因與粒線體功能及代謝相關。以上固然引人入勝，但有何可付諸行動之處？一項涵蓋近58000名冰島人的重要外顯子組測序研究，將這些探索帶入實際應用的領域。這項獨特研究將基因組數據，僅來自53個可採取行動的基因，與該國死亡登記冊掛鈎。4% 的受試者攜帶導致致病突變，改變了其壽命，例如 LDL 受體突變，縮短壽命 6.5 年，以及各種癌症突變 BRCA1、BRCA2、MSH2 與壽命縮短3年相關聯。重點在於，針對1/25的人，個人層面的基因組數據提供了影響其壽命的可行動資訊。這 4% 的重要致病突變發現率，已在數項其他研究中獲得複製。正如第6章所指出的，到65歲時，攜帶癌症基因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變異的參與者中，有 12% 去世。相比之下，不攜帶此類變異的參與者組別，到73歲才有 10% 去世。你會注意到，此處大多數可採取行動的基因，屬致病性與衰老過程的基因組基礎，目前無法採取行動，但部分未來或可藉藥物或基因組編輯處理之間，幾乎沒有重疊。針對壽命相關常見變異的多基因風險評分，已在近70萬名多族裔參與者及英國生物樣本庫中分別建立。脂質代謝基因如 LPA 相關藥物正在浮現 ，TP53 一個 DNA 修復基因，突變時是主要癌症易感基因，以及許多其他與心臟病或癌症風險相關的基因，均已被發現。擁有多基因風險評分，有助於剖析遺傳因素與生活方式對長壽的相對貢獻。押金提及的基因組學，均指胚系 DNA， 即我們受孕時攜帶的 DNA。但還有另一類在生命過程中出現的基因組突變，稱為體細胞突變 （somatic mutations）， 存在於我們的身體之中，而非胚系。我們從單細胞測序中對這些變異有了很多了解。我哋都是雙嵌體。隨着衰老，我哋在全身組織和細胞中積累 DNA 突變，因此我哋身體各細胞中的基因組合遠非整齊劃一。我哋是由略微不同的遺傳密碼拼湊而成的雙嵌體，而且並非只有衰老才會造成這種情況。我哋暴露於紫外線或外源性化學物質等環境因素，可導致基因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並不僅限於單個字母的改變，也不局限於任何特定細胞類型。我哋見識了跳躍基因轉座子 transposons 被釋放的重要性。它們在三維基因組中從一處移動至另一處，而幹細胞的突變可以改變衰老過程。檢驗涉及衰老過程基因的一個標準，是觀察演化是否保留了它們，即它們在物種之間是否相同或相似。事實上，與人類壽命相關的許多基因變異及通路，或其直系同源對應物，在多個物種中均可見到。考慮到圖 12.2 所示的最長壽命的顯著差異，這一點頗為值得關注。這對體細胞突變而言有所不同，此現象稱為 Pedo 悖論 （Pedo's paradox）。壽命較長的哺乳動物以較慢的速率積累突變，這些哺乳動物往往體型較大，細胞數量也相當多。這種較慢的突變速率或許是演化出來以對抗癌症的。在許多已研究的物種中，體型較小與較長壽命相關聯。尤其引人入勝的是烏龜衰老速度的深度放緩，比哺乳動物慢20倍，是人類和鳥類的2倍。狗的衰老過程引發了強烈的研究興趣，包括一個大型開放科學狗的衰老項目墮基症 Project 及英國狗狗信託 UK Dogs Trust 倡議。
但所有這些脊椎動物都無法與水母的不朽相比。對不朽水母 Turritopsis dohrnii 唯一能在有性繁殖後反覆返老還童的物種進行全基因組測序，揭示了與大多數衰老標誌相關聯的基因變異，包括基因組不穩定性、端粒、粒線體功能障礙、幹細胞耗竭、細胞間通訊及細胞衰老。圖 12.2 多個物種的最長壽命。改編自 Perrin-Pieyesing 等人，衰老遺傳學、脊椎動物視覺、細胞 Cell 177第一期，2019年3月220，端粒在整個生命過程中，染色體末端受到持續侵蝕，這種消耗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在個體的所有染色體中均一致發生。一旦細胞的端粒 telomere 過短，細胞便無法再分裂。但這是一個金鳳花 Goldilocks 故事，較長的端粒按年齡調整後易誘發癌症，而較短的端粒則與年齡相關疾病相關聯。長端粒的故事與物種間較長壽命頗為相似，促進了易感性，但伴隨着更快速的突變積累。許多常見癌症類型，尤其是惡性黑色素瘤，在長端粒的情況下發病率更高。存在成人發病型遺傳性短端粒綜合徵，包括過早白髮、突發性、病因不明、肺纖維化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以及 T 細胞免疫缺陷。後者增加了血液系統癌症的風險，例如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在小鼠模型中，通過端粒 telomerase 基因療法激活端粒，可抑制肺纖維化。近期發現一種端粒逆轉錄激活化合物，令人鼓舞。在小鼠模型中，它促進了端粒合成，緩和了組織衰老標誌，並減少了腦部炎症，同時不增加癌症風險。短端粒亦易導致血液幹細胞積累突變，這種情況稱為不確定潛能克隆性造血 （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 CHIP）。隨年齡增長越來越普遍，與較高的心血管疾病、血液凝固事件及慢性肝病發生率相關聯。血細胞克隆中最常見的驅動突變位於 DNMT3A 基因，一個控制端粒長度的基因。這向我哋揭示了 CHIP 與端粒之間的緊密關聯。如實驗模型所記錄，這些風險的升高被認為是由於促進炎症或炎性衰老 （inflammaging） 過程所致。70歲及以上人士中超過10%患有 CHIP， 而我曾主張應取消不確定性 （indeterminate） 中的 I， 因為這些血液幹細胞突變帶有明確的風險，不再是模糊不清。我相信應將此狀況作為老年人綜合風險評估的常規評估項目，整合至我哋在全書中回顧的所有多層次數據之中。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的核心是我哋 DNA 的三維包裝，可分解為三大主要組成部分：甲基化 （methylation）、組蛋白 （histones） 及染色質 （chromatin）。這種包裝方式賦予了我哋的基因巨大的開關能力。隨着年齡增長，我哋的 DNA 會發生甲基化，換言之，甲基團被添加到 DNA 特定胞物定核酸上，稱為 CpG 甲基化 （CpG methylation），可改變基因表達。我哋的 DNA 還會經歷其他改變，組蛋白發生乙化 （acetylation）， 染色質則發生不利的重塑。通常 DNA 甲基化導致基因沉默，而組蛋白乙化則導致基因激活。表觀基因組 （epigenome）與衰老的關係似乎是雙向的，它在調控衰老及被衰老調控兩方面均發揮重要作用。鑒於我哋全部2萬個基因均可能受到 DNA 甲基化及組蛋白或染色質改變的影響，加上非編碼 RNA， 表觀基因組可預期與12個衰老標誌中的大多數，若非全部，存在某種相互作用。事實確實如此。在各種表觀遺傳組成部分中，DNA 甲基化是最易測量的。研究人員已開發出稱為表觀遺傳時鐘 （epigenetic clocks） 的工具，用以預測生物年齡。這些時鐘通過測量 DNA 甲基化的積累量及模式，來確定細胞或組織如血液的生物年齡，從而提供生物年齡與時序年齡的比較。若血細胞的生物年齡比時序年齡更老，這即是衰老加速的指標。這些時鐘的功能於2011年獲得驗證，
並持續被更精確地界定，使我哋能夠更準確地估算生物年齡。關於這些時鐘及衰老生物標誌物，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談及，但目前甲基化作為追蹤衰老過程的關鍵手段這一事實，強化了表觀遺傳學的樞紐地位。包括人類在內的348個哺乳動物物種的最長壽命，部分見圖 12.2， 均可由表觀遺傳時鐘預測。一項利用孟德爾隨機化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技術對 DNA 甲基化數據進行的巧妙分析，支持了其與健康壽命及長壽的因果關係。這一點由我的朋友 Juan Carlos Pizzol Belmonte 曾在索爾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e 近期轉至 Altos Labs 帶入現實。他對表觀遺傳改變進行了一系列非凡發現，揭示其如何使細胞及整個動物返老還童，並於2016年發表了一篇劃時代論文。我哋於2018年將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基因組醫學未來獎授予他，但這項在整個生物體層面倒轉時光的非凡成果的影響，花了數年才獲充分認可。Belmonte 及其團隊使用4個山中因子 Yamanaka factors， 即 OKSM、ARK3/4 KLF4、SARC 及 CMYC， 已發現了將成體細胞種編程回多能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 又稱誘導多能幹細胞的科學家，榮獲2012年諾貝爾獎的幹細胞科學家 Shinya Yamanaka 命名。達到完全種編程時，所有表觀遺傳標記均被清除。然而Belmonte 團隊在索爾克研究所開創的部分重編程 Partial Reprogramming， 並非形成多能幹細胞，而是僅移除衰老的表觀遺傳特徵，同時保留細胞的身份認同。如此一來，例如老化的心肌細胞便能變回年輕的心肌細胞，但仍然保持其心肌細胞的身份。部分重編程隨後被用於延伸早衰小鼠的健康老齡化及壽命。但實現部分而非完全重編程是主要挑戰。一種策略是使用短暫的 OKSM 暴露時間，對這種轉錄因子短暫擾動的微調，可比喻為調節音量旋鈕以達到最佳設定。否則，細胞可能失去身份認同，並有潛在的癌變風險。進一步凸顯表觀遺傳學在衰老中的重要性，Belmonte 使用 CRISPR 基因組編輯技術，針對組蛋白標記而非標準的 DNA 基因組編輯，在一型糖尿病、肌肉萎縮症及急性腎損傷的小鼠模型中取得了改善的成果。Belmonte 及獨立實驗室的許多後續研究，已複製了通過表觀遺傳種編程實現返老還童的潛力，包括心臟、肝臟、眼睛、神經纖維、胰腺、皮膚及骨骼肌的動物器官研究。亦有一種方式可繞過山中因子，採用化學種編程 Chemical Reprogramming。早在2013年，北京中國科學院的鄧宏輝、洪奎定及其團隊發現了一種使用小分子混合物實現多能幹細胞重編程的替代途徑。最近，與 Belmonte 團隊相似，他們已將這種小分子表觀遺傳重編程應用於細胞的返老還童。雖然在實驗模型中的體內 in vivo 研究較少，但這是一種截然不同且高效的重編程方式，或將成為一種有用的策略。它避免了病毒及基因療法的問題，且有可能大幅降低成本。蛋白質管理、蛋白質穩態及細胞廢物清除蛋白質穩態 proteostasis 的喪失會導致蛋白質錯誤折疊或聚集，如白內障形成中常見的現象，以及作為神經退化性疾病，包括帕金森症及阿茲海默症的基礎。細胞的泛素 ubiquitin 通路協助將需要丟棄的蛋白質通過蛋白體 proteasome 廢物處理系統打包清除。廢物清除是細胞最關鍵且複雜的功能之一，不僅是為了清除錯誤折疊或不當製造的蛋白質。在細胞內部，廢物處理過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溶體 lysosome 這種細胞器，它將無效蛋白質及粒線體收集至一種垃圾桶之中。在細胞質中，自噬體 autophagosomes 運輸這些垃圾桶，如同垃圾車般將廢物清出細胞。這種清潔過程稱為自噬 autophagy， 隨年齡增長而效率降低。最終，廢物積累及溶體與粒線體的破裂
會誘發嚴重炎症及對細胞和組織的氧化損傷。許多激活自噬的化合物在動物模型中與較長壽命相關聯，例如二甲雙胍 metformin 或雷柏素 rapamycin。熱量限制及體能活動亦有助於促進細胞清洗。營養感知與粒線體功能障礙，這是生長激素、葡萄糖、胰島素 IGF-1、IGF-1R、胰島素生長因子負一受體、氨基酸以及調控眾多細胞功能的整個營養網絡發揮作用之處。它為細胞的動力工廠粒線體 mitochondria 提供能量。正如我在第3章所回顧，在動物模型中對熱量限制的深入研究，在齧齒動物、酵母菌及果蠅中，約40%的每日熱量攝入大幅減少支持壽命延伸。然而，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中的證據則喜憂參半，未能複製壽命延伸的結果。在人類中，免疫系統的關鍵調節器胸腺 thymus 的功能，在14%的熱量限制飲食，遠比動物模型研究中的限制水平容易實現，持續2年後有所改善。同時，各種有益的炎症減少及粒線體功能改善指標亦有所體現。同樣地，2年的輕度12%熱量限制，在超過1700名參與者中顯著降低了生物年齡。在實驗模型中，通過生長激素或 IGF-1抑制、生酮飲食 ketogenic diet、去乙、sirtuin 激活劑以及雷柏素基製靶蛋白 mTOR 對細胞應對燃料抵物能力的各種操控，以顯示對粒線體功能、炎症、自噬及細胞衰老具有功能性影響。粒線體衍生囊譜 mitochondrial-derived vesicles 在細胞內將物質運輸至溶體及其他細胞器，其在衰老過程中的作用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認識。此乃情理之中，若無法處理營養物質，便不可能維持健康。衰老細胞與年輕健康細胞相比，衰老細胞 senescent cells 具有多種顯著特徵，包括體積更大、粒線體及溶體的尺寸和數量增加、無法分裂導致生長停滯、端粒縮短，以及半乳糖 beta-galactosidase 含量豐富並轉變為分泌表型。老化細胞並不必然被歸類為衰老細胞，部分細胞會發生導致其特性的生物學轉變。衰老細胞的特徵差異相當大，不應以簡單的類別加以概括。它們的積累促進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作為一種壓力源，又反過來誘導更多細胞進入衰老狀態。這些細胞在衰老過程之外充當壞演員，與心血管、腦部、腎臟、肝臟、肌肉骨骼及內分泌疾病相關聯。免疫細胞的衰老導致功能下降，抗體產生減少，以及感染易感性增加。神經元衰老作為腦部老化驅動因素的有力論點已被提出，但並非所有衰老細胞都有害。組織和細胞存在相當多的特異性，某些類型的衰老細胞促進健康功能，例如傷口愈合、腫瘤抑制、胰腺貝塔細胞胰島素分泌及組織修復。儘管如此，非選擇性清除衰老細胞在小鼠中能延長壽命。在下文的抗衰老臨床試驗部分，我將探討許多以老化細胞為靶標的衰老細胞清除劑 senolytic 藥物嘗試。幹細胞好結成體幹細胞因組織而異，例如血液造血幹細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 或肌肉衛星細胞 muscle satellite cells MUSC。無論位於何處，幹細胞因其自我更新能力而對健康至關重要。幹細胞擁有較長的壽命，使其特別容易受到隨衰老而發生的細胞損傷。這在老年人中的一種表現是肌肉減少症 sarcopenia， 肌肉量和力量的喪失，因為 MUSC 功能受損，修復或再生骨骼肌細胞的能力下降，以及促鹽通路的慢性激活導致耗竭。MUSC 在一定程度上可通過運動得到恢復。同樣地，對於血液幹細胞，衰老導致功能和活力下降，而在小鼠中清除耗竭的 HSC 的抗體，可使免疫系統恢復活力。這些例子有力地支持幹細胞不僅是衰老過程的一部分或旁觀者，更是衰老的驅動力。細胞間及器官間通訊細胞如何在組織內部及長距離相互交流，隨着衰老而改變。典型例子是衰老細胞的一種表型，稱為衰老相關分泌表型
（Senescent 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SASP）。衰老細胞能分泌各種可溶性因子、生長因子及細胞外基質重素。老化免疫細胞不僅相互緊密通訊，亦向全身發出信號。牙齦炎症已被確認為防戰 （Atrial Fibrillation） 形式的心律失常的風險因素。在實驗模型中，腦部小膠質細胞 （microglia cells） 中受壓的粒線體被發現與全身細胞通訊以促進修復。值得注意的是，在開發肌肉細胞衰老圖譜的過程中，研究人員創建了 CellChat， 以監聽通過複雜迴路發生的細胞間相互作用。他們觀察到某些相互作用隨衰老而加倍，尤其是通過炎症、生長因子失調及細胞外基質過度沉積促進肌肉萎縮過程的相互作用。這僅僅觸及了受衰老過程深刻影響的細胞間複雜串繞的表面。近期一系列研究表明，器官間的信息交流促進健康，並在實驗模型中延長壽命。肌肉組織發出600個分子信號，脂肪組織發出逾100個，與其他器官廣泛互動，而不僅僅通過循環血液。例如，在小鼠模型中，激活下丘腦 （hypothalamus） 與脂肪組織之間的通訊，增強了體能活動並改善了壽命。這是通過交感神經系統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介導，由脂肪細胞分泌胞外尼克胺磷酸核糖基轉移 （extracellular nicotinamid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 信號實現的。當來自年輕小鼠的細胞外囊泡注入老年小鼠時，壽命得以延伸。骨骼是另一個重要的信號來源，其骨鈣素 （osteocalcin） 信號促進肝臟釋放胰島素及肌肉吸收葡萄糖，並改善認知功能。器官間串繞的另一個例子來自心臟，心臟具有壓力記憶，在血液幹細胞上留下表觀遺傳標記，在小鼠模型中導致心力衰竭復發，並對腎臟及骨骼肌造成損傷。我哋全身如此眾多的器官間迴路正在被重新描繪，為我哋如何在實驗模型中調控衰老過程提供了進一步的線索及臨床環境中的應用。慢性炎症炎性衰老 （inflammation） 是隨衰老而發生的全身性炎症過程，但以是反應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介白素負6 （interleukin-6、IL-6）、腫瘤壞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TNF） 及潛伏病毒感染測量時，個體間差異相當大。更廣泛而持久的慢性炎症與促進癌症以及神經退化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及代謝疾病相關聯。在老齡小鼠模型中，抑制介白素負11 （IL-11） 其作用於介白素負6通路，對改善代謝及肌肉功能、阻斷腫瘤、將白色脂肪轉為米色脂肪，以及顯著延長壽命均產生了廣泛效果，進一步支持炎症是衰老的驅動因素，以及這種藥物作為可能干預手段的潛力，因為它已在間質性肺病的臨床試驗中使用。將其予以在大型隨機試驗中抑制心臟病和癌症的介白素負6阻斷劑聯合使用的潛力，令人相當期待。有一種方法正好可以做到這一點，通過激活的 NLRP3 炎症小體 NLRP3 inflammasome， 我哋先天免疫系統的一個大型蛋白複合體所釋放的許多炎症，可被抑制多種關鍵促炎蛋白，包括介白素及介白素負6的小分子口服藥所阻斷。還有許多其他尚未完全解開的不良炎症潛在驅動因素，但 STING 通路由細胞質中的環狀 GMP 合 CGAS 及干擾素基因刺激因子 STING 組成，已被認定為主要介導者。它被細胞損傷所激活，例如感知粒線體的 DNA 外流。當這條通路被阻斷時，多個器官及大腦的年齡相關性炎症得以減輕。腸道微生物組在調節我哋免疫反應中的關鍵作用，在傳書中均有強調，但其影響延伸至整個衰老過程。百歲長者的腸道微生物組成具有年輕化的細菌和病毒特徵。在一項涵蓋逾9000名個體的研究中，某種微生物組模式，例如爾桿菌 Bacteroides 的好揭，與健康老齡化相關聯。一個腸道微生物組年齡指標，從逾1萬名年齡介於40至93歲的人群中得出，並與延伸隨訪期間的心血管疾病風險相關聯。
腸道微生物組的組成，在逾1800名老年人中進行了與虛弱 （frailty） 的相關性分析，特定細菌物種與高虛弱評分及未來2年的臨床結果相關聯。將年輕小鼠的腸道微生物組糞便移植給老年小鼠，改善了認知行為。反向實驗中，將老年小鼠的糞便移植給年輕小鼠，則顯著促進了炎症及炎性衰老。這些及許多其他實驗，確立了腸道微生物組作為衰老過程關鍵參與者的地位。現在我哋以簡要回顧了12個衰老的生物標誌，可以深入探討用以量化我哋年齡的生物標誌物了。衰老的全新生物標誌物第一個表觀遺傳年齡預測器於2011年發表，能在5年內預測一個人的時序年齡。它使用了34對雙胞胎的唾液樣本，分析了88個 CP 置位點的 DNA 甲基化。回顧一下 ，CP 置位點是附着在胞嘧啶核酸上的甲基團。數年後，兩種表觀遺傳時鐘相繼發表，一個由 Gregory Hannam 及其同事使用19名人士的血液及71個 CP 置位點構建，另一個由 Steve Horvath 上述兩篇論文的共同作者，使用353個 CP 置位點在多種組織中構建，稱為 DNMH。它在成年前滴答速率較高，之後減慢至恒定速率。這些表觀遺傳時鐘多年來持續被精細優化，目前在研究中廣泛使用3種主要時鐘 ：DNAM PhenoAge、DNAM GrimAge 及 Dunedin PACE。PhenoAge 時鐘通過 DNA 甲基化時序年齡及與死亡率風險相關的臨床參數，包括白蛋白、基巷、葡萄糖、CRP、淋巴細胞百分比及白血球計數的實驗室測試，預測生物年齡。在英國生物樣本庫近15萬名參與者中，1965年後出生的人 PhenoAge 值更高，其生物年齡超越了時序年齡。這是一個令人警覺的發現。對全體人群中細胞老化加速的這一觀察，被提出作為年輕人癌症發病率上升的潛在解釋。PhenoAge 亦已被證明能預測心臟代謝疾病及死亡率。題為 GrimAge 強力預測壽命和健康壽命的 DNAM GrimAge 論文，採用2階段方法、多種血液生物標誌物以及吸煙包年等附加數據輸入，以區分緩慢與快速衰老。隨後 Dunedin PACE 時鐘從 DNA 甲基化及血液中19種生物標誌物推導而出，用於確定衰老速度。它獨特地使用了來自一個大型出生隊列的縱向數據，不同於其他依賴不同隊列橫截面數據的時鐘。表觀遺傳時鐘中的甲基化標誌物可用於評估 Covid 大流行和吸煙等全體人群範疇的影響，呈現加速衰老的模式。家庭成員的離世已被發現與表觀遺傳時鐘加速相關，而運動及以植物為主的飲食則與放緩衰老速度相關聯。但不同的表觀遺傳時鐘在預測準確性及對各種干預措施的反應方面存在差異，這導致需要進行基準比較研究，目前仍在進行中。許多其他時鐘已從其他組學層次構建，包括代謝組學 （Metabolomics）、轉錄組學 （Transcriptomics）、蛋白質組學 （Proteomics）、脂質組學 （Lipidomics） 及糖組學 （Glycomics），即測量附着於蛋白質的糖分。其中，蛋白質組學衰老時鐘已在3個國家生物樣本庫英國、芬蘭及中國中，就其與18種慢性疾病風險、死亡率及多種年齡相關特徵，如認知衰退的關聯性，進行了廣泛驗證。這項里程碑式研究強調，血液蛋白質在未來預測與年齡相關功能狀態方面將有多麼重要。驗證標誌物時鐘 IAGE 已被證明能反映生物年齡。免疫系統反應 IMMH 亦然，亦有絲分裂細胞分裂時鐘，包括與癌症風險特異性相關的整體 DNA 低甲基化及局灶性高甲基化。一個整合了逾11000名健康參與者面部、舌頭及視網膜圖像，無任何血液測試的多模態 AI 模型，亦聲稱可提供對生物年齡的準確估算。Explainable Biological Enable H 是另一種多模態 AI 模型。在3個龐大且多元的人群中，使用基因組學、蛋白質標誌物及臨床病史，與 PhenoAge 及 GrimAge 相比，在解釋生物年齡及死亡率預測準確性方面有所改善。
IH 使用視網膜圖像的深度學習 AI 來確定時序年齡，在3個不同的人群隊列中，比表觀遺傳時鐘更為準確。大多數這些模型的一個問題是慢性疾病混入其中，使我哋無法區分年齡相關疾病與健康衰老過程。一個以明確分離這兩條線索為具體目標的模型，發現50至60歲時實驗室測試顯示的低中性粒細胞計數及低鹼性磷酸，能預測70歲以後的健康老齡化。我哋正處於一個可以對數千名不同年齡人士的數千種血漿蛋白進行分析的時代，從而推動了蛋白質組學時鐘，以及我哋即將探討的器官時鐘的發展。當這種分析被用於闡明衰老蛋白質組 （aging proteome） 時，在人類整個生命週期中發現了3個不同的峰值，圖 12.3， 每個峰值都有不同的蛋白質組合。中年期的第2個峰值與心血管疾病及阿茲海默症相關聯。我不禁想起 Ernest Hemingway 筆下太陽依然升起 The Sun Also Rises 中，人物麥就自己破產一事回答時所說的話，先是逐漸地，然後突然地，相比之下，衰老相關蛋白質在特定時間點加速又放緩。這些時鐘或許正在提供至關重要的預警信號，以便在之後突然崩潰到來之前預先應對。但這些生物學組學時鐘超越了第2代表觀遺傳時鐘，是否能提供關於衰老過程獨特或互補的資訊？這仍不確定。一項在逾3500名個體中評估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及代謝組學，但非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錯失了澄清這一不確定性的機會。各種時鐘均從人群中建立，其在個人層面的相關性及特異性值得質疑。超越這些未知之數，我哋確實不明白生物年齡意味着什麼，尤其是對特定個人而言。雖然收到一份報告，稱你的生物年齡比時序年齡年輕10年，令人愉悅，但它缺乏來自前瞻性臨床試驗的充分依據。例如，如果一個人的生物年齡被準確確定為比時序年齡大數年，那麼了解這一時鐘結果是否會改變與改善相關聯的生活方式因素，還是這個人本應無論如何都要採納已知的最健康生活方式？好奇心是一回事，但目前我哋所能提供的只有第3章所回顧的生活方式因素。圖 12.3 人類整個生命週期中3個不同的血漿蛋白峰值。改編自 Valerie Milson 等人，利用深層血漿蛋白質組預測健康與壽命。自然醫學 Nature Medicine 25第12期2019年12月1815-16。這並未阻止衰老時鐘的商業化發展，例如提供 Dunedin PAC 結果及免疫細胞功能、健身狀態、端粒長度及其他報告指標的 True Diagnostic Glycan Age 單次測試348美元，兩次測試599美元。Generation Lab 每月149美元，4項生物年齡測試，另有每年3499美元的 VIP 計劃，包括 Tally Health、Elysium Health 及 Novos Labs 在內的公司，提供衰老時鐘及配套補充劑。我不建議進行任何這些測試或補充劑，包括端粒長度及表觀遺傳時鐘測試。他們在研究中有其用途，但缺乏來自嚴格隨機試驗的臨床驗證，即掌握某些生物時鐘資訊是否能帶來指標或健康結果改善的證據。器官時鐘全身時鐘的問題，在於有些人是心臟衰老型，而其他人是腦部或腎臟衰老型。史丹福大學的 Tony Weiss-Corey 對此進行了研究，評估了5676名人士，來自5個獨立隊列，在人類整個生命週期中，針對11個器官的近5000種血漿蛋白。研究確認，我哋體內按器官和系統的衰老程度相當異質化，每個器官均有獨特的蛋白質群追蹤。1/5的個體至少有一個器官呈現衰老加速，但只有約2%的人是多器官快速衰老者。每個器官的標誌物均能預測同一範疇在15年隨訪期間的不良健康結果，例如心臟衰老與心力衰竭風險增加5倍，或腦部衰老標誌物預測阿茲海默症風險較高。肌肉衰老預測步態障礙，而腎臟衰老預測高血壓和代謝症候群。器官年齡與個人時序年齡之間的差距，與延伸隨訪期間的死亡率升高相關聯，
圖12.4上半部分。這些發現隨後在兩項利用英國生物樣本庫資源的研究中得到複製和延伸。在近53000名英國生物樣本庫參與者中，測量了3000種血漿蛋白，識別出器官特異性衰老時鐘及干預措施的影響。例如，酒精加速了腦部、腎臟及腸道的衰老。吸煙的影響無所不在，不僅是肺部，還包括腦部、免疫系統、肝臟、腎臟及腸道。男性的生物年齡普遍比女性更老，且在各器官中衰老速度更快。麥片、油性魚及生沙拉等食物與較慢的多器官衰老相關聯，而含糖飲料、白麵包及鹹味零食則恰恰相反。哈佛醫學院的律格治面及同事得出以下結論：這些發現表明，未來的抗衰老干預不僅應針對整體組織衰老，亦可針對最老化的器官。呼籲採取更具個人化的抗衰老干預方法。圖12.4。器官時鐘差距、蛋白質組合年齡與時序年齡，按器官類型衰老預測死亡風險。上半部分，以及衰老加速、正常衰老及腦部和免疫系統衰老減少的器官數量。下半部分。改編自 Hamilton Saville 等人，血漿蛋白質組中的器官衰老特徵追蹤健康與疾病。自然 Nature 624第7990期，2023年12月164-72。Saville 等人，英國生物樣本庫血漿蛋白質組學揭示年輕的腦部和免疫系統促進健康壽命與長壽。Bioarxiv 2024年6月。下半部分。圖片描述59另一項在逾44000名英國生物樣本庫參與者中研究11個器官系統時鐘，涵蓋約3000種血漿蛋白的研究，頗具啟發性。不僅延伸了每個器官的時鐘能預測疾病的發現，例如腦部加速衰老令阿茲海默症風險接近翻倍，亦涵蓋了吸煙、運動、荷爾蒙替代療法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 及補充劑等干預措施的影響。荷爾蒙替代療法與免疫系統、腦部、肝臟及動脈衰老減輕相關聯。令人印象深刻的附加發現是，年輕的腦部和免疫系統與長壽獨特地相關聯。圖12.4下半部分。相反，出現衰老加速的器官越多，存活率越差。在一項涵蓋近42000名英國生物樣本庫參與者的隊列研究中，3000種血漿蛋白的分析結果被用於預測10年隨訪期間逾200種常見及罕見疾病的後續發生。同樣地，這種高通量蛋白質組學方法涵蓋逾2900種血液蛋白，整合基因組學及電子健康記錄數據，並以機器學習分析，應用於一個逾25000名參與者的前瞻性隊列，在大多數疾病方面均顯示出預測能力。其他血漿蛋白特徵已被用於在診斷前10年以上預測認知症。一項涵蓋逾52000名健康成年人、超過1400種血漿蛋白的研究，發現4種 GFAP、NEFL、GD15 及 LTBP2 對認知症預測具有高度特異性。血漿蛋白風險評分亦可能有助於預測髖部骨折，一種死亡率較高的主要年齡相關疾病。若在個人層面就改善健康結果的可行性獲得驗證，我會認為血漿蛋白器官時鐘是追蹤衰老過程的重大進展。通過在器官層面為個人提供特異性風險，這將與已知能減緩衰老的可行步驟配對，給恰當的人提供有關恰當器官的恰當信息，體現了預防性個人化醫學。此外，器官時鐘或許對監管機構尤其有用，作為藥物特定治療性抗衰老效果的替代指標。總體而言，重設一個人某一器官的時鐘，是一個比在全身層面嘗試這樣做更不宏大、更可實現的目標。組織特異性衰老過程的很大一部分是組織特異性的。為了了解為何部分80歲及以上的人是超級腦部老齡者 （Superbrainagers） 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相比，全面評估揭示了更多腦灰質體積、更慢的灰質萎縮速度、更快的移動速度、更完好的白質微結構以及更佳的心理健康。值得注意的是，兩組之間在 APOE4 攜帶者狀態、腦部澱粉樣蛋白積累或生活方式因素方面並無差異。在一項類似研究中，
超級老齡者的腦部呈現50至60歲腦部的外觀，而非其80歲時序年齡的外觀。記憶功能亦然。這些報告提供了腦部結構差異及與認知功能的相關性，但並未有助於解釋為何部分人的腦部衰老過程如此緩慢。值得關注的是，基於組織甲基化，稱為 history 時鐘的腦部衰老軌跡，與 Horvath 及相關的全身表觀遺傳時鐘呈現出明顯不同的走向。這與器官及組織特異性衰老模式的概念高度吻合。一項在逾4000名人士中研究400多種組學特徵的研究，亦再次顯示個體內器官以截然不同的速度衰老。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中年腦老化，類似衰老血漿蛋白的第二波浪潮，在特定時間點存在多種可被追蹤圖 12.5 且有一些可改變風險因素的轉捩點。這段漫長的時期，神經退化性疾病出現前的10至20年，為改變一個人認知功能衰退的自然病情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圖 12.5 中年腦老化的腦部變化，改編自 Sebastian Dome Hansen 等人，中年腦老化，神經科學趨勢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47第4期2024年4月259-72，其他能夠加速腦部衰老的健康因素。見於一項近期報告，源自骨關節炎 osteoarthritis 的慢性膝痛，通過 MRI 及記憶功能評估，影響了海馬體 hippocampus、丘腦 thalamus 及腦部多個區域，並在隨訪期間顯示出認知症風險增加。繼腦部之後，肌肉或許是研究最廣泛的衰老影響器官，具有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獲取健康組織的優勢。來自17名年齡介於20至75歲參與者的肌肉活組織切片，對逾9萬個單細胞及單細胞核進行了測序。這項研究提供了關於幹細胞功能障礙、促鹽蛋白產生增加、免疫系統激活及神經支配喪失的洞見。對於心臟衰老，研究微猴的結果顯示，心肌細胞隨年齡增大，體積是年輕猴子的2倍，同時促鹽蛋白產生增加、纖維化、疤痕形成及衰老細胞增多。心臟細胞的體細胞突變不斷積累，在 DNA 修復缺陷方面，超過了腦細胞或淋巴細胞中與年齡相關的變化。每個器官，如腦部、肌肉或心臟，代表其他器官的生物衰老過程，在給定個體內可以按照自身節奏進行。我哋亦從有力的遺傳相互關聯性證據中得知，沒有任何器官系統是孤島。調控衰老過程可如何受到影響？有2個基本類別：生活方式加強版 （lifestyle 加）及藥物干預。讓我哋從生活方式開始。有些研究考察了包含飲食、體能活動及睡眠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整體影響。在逾35萬名英國生物樣本庫參與者追蹤逾10年的研究中，使用壽命多基因風險評分來梳理遺傳因素的貢獻。就壽命而言，遺傳因素似乎貢獻約20%，而有利的生活方式則有獨立且顯著的效果。在減輕壽命較短的遺傳風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使壽命增加了約5年。在一項規模較小、追蹤28年的研究中，涵蓋來自4個隊列的逾11000名個體，一種健康生活方式的代謝組學特徵，主要與脂質代謝相關，並與低 BMI 及健康飲食高度一致。與長壽達到85歲及以上，增加25%及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及癌症死亡率顯著降低相關聯。2項報告的參與者均以白人歐洲裔為主，限制了外推的能力。在一項追蹤日本2萬名參與者達21年的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儘管存在慢性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腎病、癌症，壽命有相當大幅度的延長。即使是80歲以上的人士也不例外。飲食、睡眠、運動、低酒精攝入量、BMI 及不吸煙等健康生活方式的數量，呈現出劑量效應。圖 12.6。同樣地，在一項涵蓋近1500名中國百歲長者及年齡匹配對照組，即在成為百歲長者前離世者的研究中，最高的健康生活方式評分與最有可能活至平均95歲相關聯。雖然熱量限制在熱齒動物中改善了壽命，
但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及人類中的影響則不那麼明確。回顧威斯康辛大學與美國國家老化研究所在於20年隨訪的兩項大型猴子研究中相互矛盾的證據，威斯康辛研究的熱量限制更為嚴格，採用每天一餐及16小時禁食期，而美國國家老化研究所的方案則在夜間提供充足的食物以自由攝入。雖然只有威斯康辛研究延長了壽命，但兩項研究均顯示健康壽命有所改善，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骨關節炎等年齡相關疾病。圖 12.6 按男女分類的健康生活方式因素與獲得生命年限的關係。改編自 Ryoto Sakaniwa 等人，從中年到老年可改變的健康生活方式對終身收益的影響。老化 Aging 51第5期2022年5月1日，在營養感知部分，我曾提及兩項研究顯示輕度熱量限制 12-14% 與生物衰老減少相關聯。其中一項研究的後續報告揭示了熱量限制效益的新面向，即免疫系統。具體而言，胸腺 thymus gland 在青春期逐漸喪失產生 T 細胞的能力並積累脂肪，得到了恢復。脂肪組織發生重塑，該組織中血小板激活因子 PLA2-7 表達的降低，與全身性炎症的減少相關聯。在小鼠中去除這一基因，提供了在老年小鼠中緩和炎症及保護胸腺功能的證據。第3章所討論的各種限時飲食及間歇性禁食做法，並未提供抗衰老效果的支持，但顯示了免疫反應的改善。與熱量限制一起，它們與腸道微生物組成的有利改變及在實驗模型中更好的抗癌效果相關聯。此外，人們對感食無意飲食亦有濃厚興趣，一種每4週進行為期5天，以植物為主的低熱量、低蛋白質飲食，在小鼠中顯示出有益效果，並在一項針對100名人士，平均年齡43歲、BMI 27的隨機試驗中接受了測試。3個5天週期的這種飲食帶來了更好的胰島素敏感性、更少的肝臟脂肪、淋巴細胞對白血球比值的提升，一種有利的免疫系統年齡指標，以及生物年齡降低 2.5 歲。生物年齡指標並非基於 DNA 甲基化，而是使用了一組生物標誌物。南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 Walter Longo 及 Rosalind Anderson 長期以來一直是禁食無意飲食的倡導者，在一篇綜述中，他們將延長壽命及健康壽命的長壽飲食描述為以中至高碳水化合物及低但足夠蛋白質攝入為特徵，主要以植物為主，但包含定期攝取 Pescatarian 魚素食蛋白質。另一方面，高脂肪或生酮飲食 Ketogenic Diet， 尤其是長期採用，已與小鼠及人類的衰老加速相關聯，反映於細胞衰老增加。在小鼠進行高脂肪飲食後，發現腸道微生物組發生改變，具體是脫硫弧菌屬 Desulfovibrio 細菌物種增加，同時白氨酸 Leucine 產量顯著升高。高血液白氨酸亦在臨床結果不佳的乳癌女性患者中被觀察到。解開高脂肪飲食與腸道微生物組改變關係的實驗，揭示白氨酸向骨髓發出信號，激活白細胞抑制細胞 mTOR 通路，並促進腫瘤進展。綜合這些發現及第3章所概述的不良心血管效應，我們應避免長期採用生酮飲食。雖然沒有任何膳食補充劑被證明能促進健康壽命，但有一個好的候選品——牛磺酸 taurine。人類體內的牛磺酸水平隨年齡下降，其不足以與炎症水平較高及年齡相關疾病相關聯。補充牛磺酸在猴子中促進了健康壽命，並減少了細胞衰老、炎性衰老及粒線體功能障礙。我們期待隨機試驗，以驗證在動物模型中的效果。運動在延長健康壽命方面效果顯著，多項報告一致顯示，炎症減少、免疫反應強化、動脈粥樣硬化減少、胰島素敏感性改善、代謝症候群和二型糖尿病減少，以及許多癌症發病率降低。在一項涵蓋逾65萬名年齡介於21至90歲、追蹤10年人士的大型研究中，隨着每週代謝當量小時數 MET-HA 斜線 WK 體能活動增加，壽命獲得可觀延長。圖 12.7 與完全沒有體能活動相比，
每週步行450分鐘等量於獲得約 4.5 年壽命。圖 12.7 體能活動與獲得生命年限的關係。改編自 Stephen Moore 等人，中等至劇烈強度的休閒時間體能活動與死亡率。大型匯總隊列分析 PLOS 醫學 PLOS Medicine 9第11期2012年21001335。正如 Steve Horvath 和我所回顧的，運動是唯一經過良好驗證，能在人類中重設生物年齡的干預措施。圖 12.8 運動的部分有益效果可歸因於運動激素 exerkines 所釋放的多種化合物，其中一些能夠降低炎症，如介白素負10，而另一些，如介白素負6，在高強度及長時間運動下可能升高，模擬壓力反應，一種對真實情況的適應性預調節。一個例子是患疑似癌的人進行1小時有氧及力量運動後的免疫反應，不僅是 CD8 加細胞毒性 T 細胞顯著躍升，這些細胞幫助對抗癌症的存活時間亦翻倍。一項大型 NIH 體能活動分子轉導者聯盟 Molecular Transducers of Physical Activity Consortium 研究倡議，於2016年在動物模型及逾2500名人士中展開，對在跑步機上訓練8週的大鼠進行的多組學研究，顯示粒線體功能改善、炎症減少，可能降低炎症性腸病等自身免疫疾病，並對脂肪肝具有保護作用。在另一項獨立實驗研究中，老年小鼠的骨骼肌幹細胞通過運動得到了恢復活力。還有其他一些生活方式特徵已被評估其促進或抗衰老的特性。早期接觸煙草，作為胎兒或在童年期，與表觀遺傳衰老加速相關聯。重大手術的壓力會加速表觀遺傳衰老，而社交壓力則助長免疫衰老。圖 12.8 運動對表觀遺傳衰老時鐘的有利修正。改編自 Steve Horvath 等人，以表觀遺傳時鐘數碼化衰老過程。刺針 Lancet 404第10451期2024年8月423。愛好參與與健康老齡化的關係，在16個國家逾92000名65歲及以上的人士中進行了研究，結果與改善呈一致關聯。這令我想起太太，她在98歲健康而健壯的年齡，仍以繪畫和砌圖為愛好。她的樂觀態度亦令人想起，研究顯示樂觀與壽命延長11%至15%相關聯。再加上他不孤立及良好的社交連結，一項涵蓋逾28萬名人士使用 AI 處理心電圖生物衰老指標的近期研究，顯示社交孤立程度最低的人，生物衰老速度最慢。正如第3章所回顧，隨着衰老，我哋的睡眠質量和晝夜節律受到干擾。以 PHENOAGE 作為指標，更好的睡眠健康狀況可以減緩表觀遺傳衰老。或許更令人驚訝的是，建成環境也被發現與生物衰老有關聯，例如交通產生的空氣污染，或以道路維護不良、廢棄汽車及非藝術性塗鴉為特徵的弱勢社區。減緩衰老的干預措施調控衰老過程固然重要，但許多人心目中真正的獎項是實際逆轉任何功能衰退。關於這一點，我哋可以說什麼？總體而言，證據雖少，但頗引人入勝，甚至令人振奮。當然，我會從恢復免疫系統活力開始。我哋到現在已清楚了解，衰老有道的免疫系統改變，即免疫衰老 （immunosenescence） 是有害的。在 DNA 修復缺陷的動物模型中，免疫衰老可驅動多個器官的衰老，包括肝臟、腎臟、胰腺及肺部。通過對不同年齡人士的數百萬免疫細胞進行單細胞測序，我哋現在正精確地了解那些細胞受衰老過程的影響。3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已被評估，以逆轉免疫系統的衰老。一組由10名年齡介於50至65歲的男性參與者，接受了重組人生長激素、二甲雙胍及脫氫表紅酮 （dehydroepiandrosterone，DHEA） 的聯合治療，其中只有生長激素對胸腺有已知效果，及其對 T 細胞生成的至關重要性。MRI 顯示男性參與者胸腺再生的證據。與基線相比，多種炎症標誌物下降，免疫反應增強。表觀遺傳年齡以 Horvath 及 Grimmett 時鐘計算，平均下降1年半，
1年隨訪時進一步降低。關於生長激素作為潛在干預手段，值得補充幾點。儘管其水平隨年齡下降，補充生長激素確實改善老年人的肌肉量及骨密度，但它促進胰島素抵抗，且沒有數據支持對壽命有利影響。在老年小鼠中，使用一種有助於重組血液幹細胞、對抗稱為極化的過程的藥物治療4天，導致表觀遺傳時鐘的逆轉及壽命的延長。在接受了移植活力重獲的血液幹細胞的免疫功能低下老年小鼠身上，同樣觀察到此藥物的顯著抗衰老效果。這些血液幹細胞活力重獲實驗，將免疫系統的平衡轉向淋巴細胞而非白細胞的生成，並為下一篇發表於《自然》Nature 的報告奠定了基礎。該方法涉及在老年小鼠中使用抗衰老抗體，針對清除異常老化幹細胞，稱為骨髓性造血幹細胞，被視為炎症驅動因素的抗體，將免疫細胞群從先天性系統的白血球轉向產生 T 細胞和 B 細胞，在單次注射後數月內恢復了適應性免疫力。增強的免疫系統在老年小鼠應對病毒感染的反應中，與對照組相比展示了其優勢。揮之不去的擔憂，與許多抗衰老干預措施一樣，是這種免疫系統的重新平衡，可能為 T 細胞和 B 淋巴細胞癌症帶來風險。讓我哋回到我的朋友 Juan Carlos Pizzol Belmonte 及他在這一領域的開創性工作。迄今已被證明能使因攜帶加速衰老的早衰症 Progeria 基因突變而培育的小鼠恢復活力。當我最近拜訪他時，他向我介紹了 Altos Labs 面臨的兩難困境。Altos Labs 已吸引了逾30億美元投資，但尚未開始其第一個人類臨床試驗。即使是短暫接觸，全身性遍及全身給予山中因子，也可能促進癌症，因為其中兩個轉錄因子 c-MYC 及 ARK4 可將正常細胞轉化為癌細胞。動物在接觸後已形成畸胎瘤。值得注意的是，Belmonte 及其團隊已證明，無論是全身給予還是靶向組織給予4個轉錄因子的短脈衝，在12個月的小鼠模型中均避免了任何癌症發生。或許將這些因子注入身體的某一部位，例如患有嚴重退行性骨關節炎的膝關節，可能是謹慎的初始步驟。在患有青光眼的老年小鼠眼部，給予3個山中因子有助於恢復視力並逆轉視網膜神經節細胞的表觀遺傳時鐘。再次，顧慮在於抗衰老與潛在癌症風險之間的取捨。通過使用山中因子的短脈衝及組織特異性，甚至受損細胞特異性而非全身性的方法，風險或可得到緩和。另一個構思可能是嘗試對晚期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統進行活力恢復，這將引入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徵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的風險。對於不受控制的免疫反應，這可能是致命的後遺症。另一種可能性是專門靶向胸腺組織，正如在生長激素研究中所做的那樣，但精確輸送的方法尚未解決。作為免疫抗衰老細胞生長激素的替代方案，以山中因子 OKSM 加兩種輔助因子 Lin28 及 NANA 進行部分表觀遺傳重編程，在培養中的多種細胞類型，包括免疫細胞，終被開展，以逆轉表觀遺傳及炎症特徵。但這尚未在實驗模型或人類中接受測試。同時，這可能在體外用於使用於癌症治療的工程 T 細胞恢復活力。有數量極為龐大的公司仲駐壓住這一部分表觀遺傳重編程策略，不僅包括 Altos Labs， 還有 New Limit、Rejuvenate Bio、Life Biosciences、Youth Biotherapeutics、Sift Bioscience、Retro Biosciences 及其他數家公司。任何尋找青春之泉的努力，都不免要考慮年輕血液。20多年來，我哋已知曉其魔力。最初的實驗涉及兩隻小鼠，一老一年輕的手術聯合共體循環 Parabiosis， 共享血液供應，為老年動物的多器官功能改善及年輕動物的衰退提供了證據。當共體循環維持3個月時，出現了壽命延長、表觀遺傳時鐘明顯逆轉、身體功能改善，以及在小鼠分離後仍持續數月的組織組學特徵恢復活力的證據。這些結果尚未得到複製，而另一組獨立實驗則反駁了其效益。
假設共體循環的有益且持久效果成立，儘管結果引人入勝，我哋並不會將人類進行手術連接，因此需要更為實際的途徑，也不可少的是對效益所在的解釋的探索。以全新方式向老年小鼠給予年輕血漿，在24天內8次，帶來了認知和記憶的改善、新神經元、神經發生 （neurogenesis） 的顯著增加，以及海馬體回路神經元連接的強化，稱為突觸可塑性 （synaptic plasticity），模仿了通過共體循環實現的效果。當老年小鼠一半的血漿通過單次30分鐘的程序以生理鹽水、白蛋白輸注替換時，複製了包括認知改善、炎症減少、肝纖維化降低及肌肉修復在內的多器官效益。這引發了老年小鼠恢復活力，更多地是稀釋老年血液蛋白的功能這一潛在可能。效益驅動力的其他線索來自運動動物的血液。將運動老年小鼠的血漿給予糾錯的同類，改善了認知及海馬體突觸可塑性。來自肝臟的血液因子 GPLD1 是一種介導物，但年輕小鼠血液中的促青春因子尚未被確定。研究提出了許多候選物，例如生長分化因子11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GDF11、骨鈣素、克羅托蛋白 （Cholesterol）、血小板因子4 （Platelet Factor 4）、PF4、小細胞外囊譜以及一長串其他候選物。低劑量單次注射克羅托蛋白給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增強了記憶和認知。關於 PF4， 直接給藥模擬了年輕血漿在恢復老年小鼠認知及減少腦部炎症方面的效益。專有血漿因子正在帕金森症伴認知功能障礙及輕至中度阿茲海默症的臨床試驗中接受測試。尋找青春因子的探索也通過腦脊髓液進行，因為將年輕腦脊髓液 CSF 轉移給老年小鼠，可提供與血漿輸注類似的效益。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17 FGF17 單獨即足以達到這一效果。這些研究大多在小鼠中進行，但最近一項將豬的年輕血漿輸注給大鼠的研究，亦顯示了類似效益，並伴隨表觀遺傳時鐘的逆轉。人類研究匱乏。一項針對9名阿茲海默症患者輸注年輕人捐贈血漿的小型隨機試驗，支持了安全性，但未見效益跡象。在不知道具體因子或潛在副作用的情況下，通過血漿置換術 （plasmapheresis） 又稱治療性血漿置換 （therapeutic plasma exchange，TPE） 稀釋血液蛋白 60-70%， 似乎是在3名接受3輪 TPE 追蹤1年的參與者中測試這一假說的最安全方式。這提供了炎症減少、炎性衰老降低，以及與神經退化及癌症相關蛋白質生物標誌物減少的證據。儘管缺乏在人類中的效益或安全性證據，公司及診所已開始提供年輕血漿輸注及血漿置換術，聲稱其具有抗衰老效果。Ambrosia 公司提供來自16至25歲捐獻者的血漿，每升收費$8000。2019年，美國 FDA 就年輕捐獻者血漿輸注發出警告，措辭包括部分患者正遭不良行為者所利用。儘管如此，仍有公司在銷售年輕血漿輸注，而 TP 仍被 Next Health 收費$10,000。年輕血液研究所 Young Blood Institute、Maxwell Clinic 及許多其他公司所提供。值得強調的是，除了費用高昂及缺乏任何效益證明外，血漿輸注及血漿置換術還存在重大危害。從年輕到老的小鼠恢復活力效益延伸至血液和腦脊髓液之外，及至腸道微生物組。糞便微生物移植在老年小鼠中顯示出腸道、眼睛及腦部功能的改善，而從老年到年輕小鼠的移植則呈現相反方向。關於老年血液的討論已足夠，是時候轉向老舊僵屍衰老細胞，以及如何清除它們和避免其有害影響。早在2015年，我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同事與梅奧診所研究人員合作，發表了一項關於衰老細胞清除劑 Senolytics 組合在小鼠中殺死衰老細胞效果的研究。現在，這一干預在小鼠中已有大量效益證據。第一代衰老細胞清除藥物包括酪氨酸激抑制劑達沙替尼 Dasatinib， 一種用於治療白血病的已批准藥物，以及天然存在的類黃酮植物代謝物
如槲皮素 quercetin 及七黃素 fisetin。衰老細胞具有抵抗細胞凋亡 apoptosis， 即細胞死亡的能力。為應對這一情況，另一組藥物 BCL2 抑制劑如 navitoclax 及其他促凋亡藥物也被納入此類。第二代藥物包括針對衰老細胞的工程化 CAR-T 細胞，以及改善衰老細胞廢物清除的藥物或納米火粒方法，例如氨酸1、glutamine 1、GLS1 或其他靶向半乳糖的方法。與年輕血液的故事不同，目前有許多進行中的早期、斜線二期臨床試驗及項目測試衰老細胞清除劑，大多採用第一代化合物，且通常是聯合使用。目前正在進行的試驗涉及肺纖維化、腎病、阿茲海默症、骨關節炎、敗血症、虛弱以及糖尿病黃斑水腫。早期小型試驗顯示，達沙替尼 dasatinib 與槲皮素 quercetin 在糖尿病、腎病及突發性肺纖維化中能清除衰老細胞，但在膝骨關節炎或更年期後婦女骨骼代謝方面未能提供臨床效益。在一項針對19名常規治療無效的糖尿病黃斑水腫患者的試驗中，一種促凋亡藥物 foslutaclax， 一種 BCL 抑制劑 Unity Biotechnology 直接注入眼部，並以劑量遞增方式吸藥，促進了視力改善、血管修復及視網膜的有利種素。在一項針對5名輕度阿茲海默症患者，以口服、片劑、達沙替尼和槲皮素治療12週的研究中，11項基於血漿及6項基於腦脊髓液的細胞衰老生物標誌物有所改善，亦有一些促鹽分子被釋放的證據，例如介白素附錄，這可能表明對崩解的衰老細胞存在不想要的炎症反應。在嚴重 COVID 患者的死後腦部中，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相比，存在大量衰老細胞的證據。不同的衰老細胞清除劑在類器官 organoid 實驗中清除了這些細胞。在兩種不同的 COVID 動物模型中，衰老細胞清除劑清除了衰老細胞並顯著減少了炎症。深度學習 AI 的整合加速了新的高效衰老細胞清除小分子的發現。廣泛處方的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抑制劑 SGLT2 藥物如因格列淨 empagliflozin 商品名 Jardiance 或坎格列淨 canagliflozin 商品名 Invokana 已被證明能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以及射血分數保留型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結果，但這種效益的機制一直難以捉摸。在小鼠模型中 SGLT2 抑制劑能清除衰老細胞並改善存活率，即使在中年開始使用也有效。若這一點在人類中獲得驗證，將有趣地重新利用這類藥物以促進長壽。一種使用工程化 T 細胞 CAR-T 靶向尿激纖溶原活化受體 Urokinase Plasminogen Receptor 的第二代衰老細胞清除劑，在老年小鼠中接受了測試。除清除衰老細胞之外，單次注射提供了持久的運動能力及代謝功能改善，包括血糖降低。這項 CAR-T 研究已擴展至恢復老年小鼠腸道的活力。以相似的方式，利用天然殺傷 T 細胞 Natural Killer T Cells 清除衰老細胞，在患有肺纖維化的老年小鼠中有效，正在邁向臨床評估。目前缺少的一個環節是一種精確靶向衰老細胞以實施各種清除策略的方法。問題在於，正如前文所提及，有些衰老細胞在體內做着有益的事，而我哋目前尚無選擇性方法只清除壞的衰老細胞。這並非如你從我所回顧的各種小鼠實驗中可能被誤導認為的那般簡單。這正是細胞衰老網絡 Cellular Senescence Network（CSNET） 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提供一組標誌物，以提高衰老細胞清除劑的療效。衰老細胞清除劑的人類評估仍處於早期，但部分早期承諾性數據表明，這些藥物最終或可提供一些效益。清除細胞的另一條替代途徑是通過促進自噬 （autophagy）， 借助精胺 （spermidine）、尿石素 A、urolithin A 等分子或粒線體或溶體亞細胞器功能的方式來強化細胞廢物清除。這是一條在小型動物模型中取得一定成效的途徑，但迄今尚無臨床試驗佐證。有什麼衰老標誌比更年期 （menopause） 更臭名昭著嗎？
正如器官時鐘數據所示，雌激素替代 estrogen replacement 與許多器官衰老減緩相關聯，尤其是免疫系統、腦部、肝臟及動脈。我哋長期以來知道更年期與年齡相關疾病，包括心臟病、骨骼健康下降及免疫系統功能障礙的發病率上升相關聯。作為荷爾蒙替代療法 HRT 風險的替代選擇，延長卵巢壽命正受到關注。當一隻老年小鼠接受來自年輕小鼠的卵巢移植後，其壽命得以延長。Oviva Therapeutics 正在小鼠和貓身上測試一種能隨時間延展卵巢功能的荷爾蒙。一項小型隨機臨床試驗正在測試每周5毫克雷柏素 Rapamycin 與安慰劑相比，為期3個月。對象是35至45歲有更年期過渡跡象且符合多項荷爾蒙水平納入標準的女性。主要結局是卵巢儲備的測量，作為延長卵巢功能的替代指標。這仍處於測試早期階段，但正如美國先進研究計劃局健康部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or Health 總監 Renee Wegerson 所貼切指出的，卵巢是人類體內唯一一個我哋只是接受某天會衰竭的器官，這種被動接受顯然正被重新審視。我哋亦必須關注我哋老朋友狗。在一項針對59隻老年犬測試低劑量、足劑量或安慰劑的專有衰老細胞清除劑配合 NAD 加補充劑，稍後詳述的隨機試驗中，自主報告的認知評分在足劑量早有輕度改善。這頗具爭議，但趁我哋在談狗，有另一種干預可能對抗衰老的監管層面具有突破性意義。這家公司名為 Loyal Dogs， 其專有藥物 LOY-001 能降低胰島素生長因子 IGF-1， 這或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小型犬種的壽命顯著更長。這種每3個月注射一次，針對7歲以上且體重逾40磅狗隻的藥物，降低了 IGF-1 水平。一項在逾1000隻狗中進行的安慰劑對照試驗，正就潛在壽命延長進行中。Loyal Dogs 還有另外2種藥物，特性未公開，以片劑形式進行大型隨機試驗測試。雖然我哋對這些藥物的療效或安全性一無所知，但關鍵在於 FDA 已給予一種延長壽命藥物的臨時受理資格。這正是為何這一消息在2023年底登上紐約時報頭版。另一種正在一定規模狗隻試驗中接受測試的藥物，是狗的衰老項目墮基症 Project 中的雷柏素壽命隨機試驗。這是一項由 NIH 資助的紅心計劃，追蹤近5萬隻寵物狗，擁有逾14000份組織及血液樣本生物樣本庫，逾1000個狗基因組已測序，但其未來資金正面臨危機。雷柏素在狗身上就壽命及健康壽命延長接受測試，是件好事。因為在人類中尚無此類大規模研究。雷柏素及其衍生物雷帕霉素類似物 Rabalogs 類似熱量限制對減少蛋白質合成及改善廢物清除、自噬的效果，是影響眾多關鍵細胞過程的 mTOR 基因的抑制劑，是促進健康壽命的良好候選藥物。在我哋一直討論的12個衰老標誌中，雷柏素通過抑制 mTOR 有潛力對其中許多個進行有利調控。壽命延長的範圍，從蠕蟲的20%到小鼠的60%不等。對老年個體使用雷帕霉素類似物的研究，顯示在對疫苗接種或病毒感染的反應中，免疫衰老有所減少，干擾素誘導反應有所改善。矛盾的是，這種藥物誘導一定程度的免疫抑制，增加對感染的易感性，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對所有雷柏素文獻的詳盡回顧，顯示缺乏對許多年齡相關問題的效果證據，例如認知、記憶、肌肉量或血糖調節。但局部外用雷柏素確實降低了皮膚衰老生物標誌物。儘管雷柏素及其衍生物已積累了大量數據，最佳劑量仍未確定，且目前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進行中臨床試驗，以測試其對年齡相關疾病或衰老過程影響的假設。在缺乏此類驗證，且考慮到已知副作用情況下，目前沒有使用它的理由。另一方面，二甲雙胍 Metformin 在自噬和粒線體功能方面有許多重疊的生物效應，正在一項針對3000名年齡介於65至79歲參與者的進行中試驗 TAME 試驗中接受評估。
然而，這項研究在獲得充分資助方面存在困難，即使成功完成，也可能規模不夠大，無法提供足夠的療效證據。一項涵蓋166項研究的系統性薈萃分析，表明這種藥物可能與多種癌症較低發病率相關聯。但本質上，這種藥物的所有數據均來自觀察性，非隨機試驗。此外，它還有一個特別適得其反的副作用，降低老年人通過運動增加肌肉量的能力。這裏還要提及煙鹼胺腺嘌呤二核酸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GA， 由粒線體產生，在能量代謝中居於核心地位。作為我哋體內最常見的代謝物之一，NADGA 水平隨年齡下降，在患有年齡相關疾病的個體中下降更為明顯。我哋的細胞無法從飲食中直接攝取 NAD， 但諷刺的是 ，NAD 前體煙鹼胺核 Nicotinamide Riboside，NR 及煙鹼胺單核酸 Nicotine Mononucleotide，NMN 在沒有任何臨床試驗顯示效益的情況下廣泛行銷，預計在未來2年內全球銷售額將突破10億美元。這是市場未能引導我哋走向最佳產品的典型例子。NADGA 亦與去乙 sirtuin 通路相互關聯，這一通路曾被推廣為關鍵的壽命延伸劑，想想紅酒中的百利盧醇 resveratrol， 但此類作用的證明一直未能得到複製。斜線去乙家族的蛋白質名稱來源於靜脈信息調節器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一詞。從迄今的所有證據來看，靜脈是思考去乙家族在調控更遑論逆轉衰老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好方式。另一種靶向粒線體的藥物已完成早期臨床試驗，能激活線一磷酸活化蛋白激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Cambrian Bio ATX-304 這種被視為代謝的守護者，是恢復粒線體功能的關鍵手段。評審尚未得出結論。我哋以增強免疫功能的方法開始了這部分抗衰老討論，因此以抗炎症藥物作結尤為恰當。這些藥物正開始在臨床試驗中接受評估。GLP 一類藥物。